喺資本主義社會，甚至而家共產主義社會，大家都有共識。第二份工係乜嘢？我唔理你咩年紀嚇，一夠18歲你就要識㗎啦，就係投資。OK， 而家我知道好多人都做緊投資，但係其實你哋嗰啲唔係真正嘅投資，你哋做緊嗰啲係頭井，係咪？不過唔緊要啦，都搭到上井面啦，而家啲人係咁樣搭下冇乜所謂啦。我今日係教大家真正嘅投資，各位。股神巴菲特話俾我哋聽，你有冇聽過世界第8大奇蹟啊？對，7大都冇聽過。OK， 股神巴菲特話，世界第8大奇蹟就係利搭利、複利 ，the power of compounding。你識得呢樣嘢，每一個人都可以發達。發達唔係一樣乜嘢咁神秘、咁離奇嘅事。根據股神巴菲特講，各位，你只需要由今年開始做都得㗎啦嚇。每年攞少少錢出嚟 ，OK， 或者儲少少錢要嚟投資。每年賺一啲，唔使賺好多，唔使賺幾20% 嗰啲，賺一啲夠㗎啦。下一年又連本帶利攞去滾落去，再做一次，又攞啲新錢投資少少，再下一年又係咁樣滾落去，利搭利、複利、利搭利，唔使30年，你一定唔使做，到得50年跌咗錢，你唔會執，咁啊唔得，咁即係掉垃圾 OK， 靚仔，俾一嚿水你，幫我執翻咗50蚊。